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3节，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，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呼召。首先要感谢上帝，我们在昨天晚上已经搬进到新的牧师馆，在这边暂时居住，在建堂的期间。虽然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，但是已经跨出一大步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也感谢兄姐为我们的祷告。今天的主题受呼召，那我们要谈到的是受呼召的人应该要回应呼召，并且呢能够完全的按照呼召者的旨意指示去行。若是用这样的观点回来看，在政治上的选举，候选人或者是应该是说当选人应该要成为所谓的公仆，他要去做选民所托付的事情，要追求公众的利益为首要的要务。但是最近因为明年的大选在即，许多所谓的政治世家都被挖出，在家族从政之后，他们的家产就变多，财产就变胖，甚至有很多侵占了国家土地居住，又在那种被称为庄园的豪宅，不但没有建筑执照，更是不需要缴税，然后还用超低的租金来承租国家土地。这一些人呢，他们在投票之前呢，都会说选民是讨给老板，但是呢，当选之后，他们就变成了这个土地的主人了。这一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做民意代表或是执政的人，就失去了受选的目的，完全是为了图利自己而从政，实在是不值得再被托付了。这样的情景如同是基督徒受呼召一样。基督徒受呼召必须要顺从上帝的旨意，因为是受了上帝的呼召而来服侍的。先知约拿就是一位反面的见证。虽然他受呼召，却是逃离上帝，他刻意跟上帝的旨意而背道而驰。今天的旧约经文提到了先知耶利米受呼召的一个情形。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的经文说到，标题是写耶利米蒙选召。上主对我说，在我生命给你以前，我已经选召了你，你还没有生出，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。我回答，至高的上主啊，我太年轻，我没有口才。但是上主对我说，你不要自以为年轻，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，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的一切话。
你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保护你。我上主这样宣布的。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，对我说：你看，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。我今天授权给你，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翻、建立和栽培的工作。在这段经文记载的耶利米先知受呼召的事情，我们分几个阶段来看。第一个，他从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被上帝所指定了。那这个就是在提到上帝的权柄能力。第二个，上帝劝勉他不要自以为年轻。这就好像保罗在告诉提摩太的话，不要看自己年轻，不要看轻自己年轻。上帝又对耶利米先知说，传递我所命令一切的话，那这是先知的职责。上帝告诉他不要怕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上帝要保护耶利米，或是说上帝要保护所有的受呼召者。上帝赐恩，先知的职责就是根除、拆毁、破坏、推动，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与栽培的工作。而我们再从后面的经文的记载，耶利米先知确实的在受呼召的职责上面尽忠职守，成为了上帝眼中忠心的好仆人。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26节提到了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特别是在叙利亚北边的安提阿的基督徒们，他们的生活得到了上帝跟人民的赞赏跟接纳，因此基督徒的称号就这样的出现了。圣经这样说道，标题是安提阿的教会。这时候信徒们因司提反被杀事件所引起的迫害而分散到各地去，有的远走腓尼基、塞浦路斯和安提阿，他们只把信息传给犹太人，但是另有一些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到了安提阿，他们也向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，主的能力与他们同在，有许许多多的人信了，归向主。这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。巴拿巴到达的时候，看见上帝赐福给那边的人，就很高兴。他劝勉他们，要大家专心一意的信靠主。巴拿巴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有坚强的信心。于是许多人信了主。后来巴拿巴到大树去找扫罗，找到了，就再带他到安提阿。有1整年的时间，两人跟教会的会友相聚，教导许多人。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，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我们看到一个受上帝呼召的人，就必须完全的看不到自己，只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而行。如同保罗也这样说道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
这是基督徒所应当坚持的，谦卑的服侍的态度，能够全然的依循上帝的旨意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服侍上帝，服侍上帝的教会，来荣耀上帝的圣名。诗篇85篇第1节到第2节，为国家的康宁祷告。上主啊，你一向顾念你的土地，你让以色列得以重整家园，你赦免了你的子民的罪，你宽恕了他们一切的过错。第8节到13节，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，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，慈爱忠信彼此相迎，正义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受呼召的意义及目的，让我们能够谦卑顺服地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成为上帝福音的好工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